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乐乐小虎场，好食法宝启动。大家对乐乐的堆堆细那骹球走，发现一只胖西西的生物倒伫涂骹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唔知要安怎。虽然紧张，也是好闲挖紧看。即阵，迄只生物讲话啊！我食袂落啊，巴肚强要崩去啊！帕基鲁鲁咻一声。帕基鲁鲁，救命哦！原来负责迎接大家的另外一个小助手，就是倒伫涂骹的普鲁鲁。伊哪摸巴肚哪讲。我赶来这的时，看到路边加真多果子，真好食看，挡袂牢，食过头去，尾啊丢甲行无法。空空点头讲。看到好食的物件，会挡袂牢。而且这有够热的，我的毛拢冻起啊！普鲁鲁哀哀叫。普鲁鲁，有要紧无？阮扶你来去树仔脚休困。乐乐，来到骹手。好，准备。哎呀！多谢多谢。啊，我想到啊，你是真够画图，常常关心别人的心心。你的资料有伫学校的资料袋仔内，我看过。哦，你有看过阮的资料？我咧，顶面是安怎写的？你是乐乐队长，真熬踢骹球。边爱挂目镜的是琪琪，爱读书做实验。迄个戆戆啊咧笑的是康康，就中奖。我的部分敢若写就中奖的哦。树啊脚较抽亲的，就爽快的。乐乐应甲普鲁鲁扶去树仔脚休困，普鲁鲁恢复元气，嘛较好势啊。堆堆细那骹球开始带大家为小红红镇出发。这热甲无地味。日时一头真烟直直咧甲因拍，小风一阵一阵吹因的面，到暗时温度无共也是真热。就安尼行一天一暝，大家枵甲嘛忝甲。我的巴肚就枵啊！普鲁鲁伊哪行哪讲。总算行到一片树林，大家注意到这个树仔特殊佮怪奇，花真艳丽，也佮有唔知是有毒无毒的果。咱先伫遮休困好啊。再行。我嘛赞成，我嘛赞成。我嘛，这有牙线的果子呢！空空真欢喜，挽一粒果子准备要食，心心水加冻咧。等下康康，这个物件无一定会食的。不过我实在就要的呢。空空摸家己默默的巴肚，愈活动会愈忝，大家顾不将先坐咧休困。要甲大肠个小肠，
冻袂掉我了。康康巴肚直直咕咕叫，只好甲帕基鲁鲁借装备袋啊，晓看敢有物件通食。有胖哥。康康找到一支签假苹果的签啊，看到就甲真的同款，伊喙烂插插顶，一喙就加落去。这时苹果签发光啊！帕基鲁鲁惊一条讲：总比甲面着主人伫边仔咧发光呢。听讲万能调味机会当互逐项食材食到安心搁好食，不过会真咬主食的来做伊的主人。康康好闲问调味机：敢讲我才教一嘴，你就知影我上在甲阮爸斗做歹。万能调味机袂输听有，是康康金菇菇。咦，迄是啥？是啥物咧发光？是作弊！你是康康金菇菇？伊敢若认我是主人呢？帕基鲁鲁，迄个我即马爱念通关笔记，对无？对，康康加油！康康加油！康康紧张甲，真无简单，才背出通关密语。帕基鲁鲁，普鲁鲁，乐乐小乌丢 ，Ready Go！调味机发光啊，走出那像康康片的形，而且四界片袂输咧找啥。尾啊，停伫草坡的迄头，插咧涂骹，康康甲背起来，有大大粒的马铃薯。哇，好啲佳哉！大家即马又搁甜又搁枵，这个马铃薯拄好摕来止枵，阁有几啊种营养，互身体较好代谢。调味机继续挖进树院，康康压头一个看，是好食的蘑菇。哇，想袂到会有蘑菇，阁不止啊侪呢！我会记得白白有肉的蘑菇有满满的蛋白质，食有饱，互咱臃肿有气力。万能调味机，多谢你找到这么赞的食材。伊欢喜对大家讲：“大家进来，有物件通食。等我哦。好，来煮马铃薯蘑菇鸡。哇，有影哦，真好诶！我来倒骹手，有物件爱倒洗无？是啦。大家去找大大叶的叶啊来底雨水下食材，毋过无壳啊，康康只好摕调味机来拿，竟然闻到麦大的香味，烧烧搁香公公的麦大马铃薯蘑菇羹，煮好啊！哦，康康啉一喙，雄雄喊出声，大家又搁好闲又搁紧张。有够煞嘴耶！甘有呀？赞啊赞啊！鸡汤啉啉咧，大家总算有元气有体力啦。有够满足诶！康康多谢，免客气啦。饭康康的福气，食饱了后，大家继续起行。虽然一路也真热，不过大家嘛是直直向前行。就伫因强要软脚行袂振动的时，总算看到远远袂输咧庆宴的小凤凰镇。遐，佫会发生什么怪奇的代志呢？帕基鲁鲁，普鲁鲁，乐乐小乌丢 ，Ready